再来看这诈骗的出头是几啊种，去年呢，警方冻落来的诈骗的金额都有89亿外。即马行政院是要来推动专法，相关的部会是有提出因应的措施。目前这个法案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，预计伫4月底之前，就会当送入去立法院。新型诈骗的手路是800款，诈骗集团即马搁甲脑筋动去社福团体甲华人地动赈灾。不过，警方伫第一线抓诈骗的时阵，请在第一时间无度随处理。骂人的部分要用搜索票来调，而且调阅的时期都是有限的，而且会拖得比较长一点，这对于警方的侦办确实有造成困扰。行政院调集各部会，建议打诈专法，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，按算4月底进前会送去立法院。为了加强合作的力头，法务部检察司建议提悬电信诈欺的罚则，嘛提悬假释的条件，而且增订反映的条款。为了能够彻底的打击诈欺集团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所谓的窝里反条款，让这些共犯能够积极的自白自首，能够让我们彻底的瓦解整个犯罪集团。借用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是世界爷爷杯，鼓吹民众甲大条钱讲落，就买手说是规乌有去。不过，各大网络平台无伫台湾定根，嘛互监管是真困难。原本由经济部管理的网络广告平台业者，即嘛确认会转交互数位部来管理。主管机关挪到我们数位部来，那么后续就可以要求这些网络广告平台业者，看是需要它落地，会有一些防诈的义务的赋予。那如果他不配合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必要的处置。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建议讲，打诈专法要涵盖金融方面、虚拟资产甲点数卡，避免加做犯罪集团方便洗钱的管道。卖甲虚拟资产业者登记制入法，而且加强立管网络平台甲通讯软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